别装了，人醒了，夫妻就没那么均匀了。这是哪儿？城郊的一个小地方。你是谁？我是段飞一个老朋友，我想见见他，但是怕他躲我，就只能借你帮个忙。哎，等一下啊！他已经来了。你想把他怎么样？我想把他杀了。可他不是你的老朋友吗？我想杀他，他想抓我，折腾了好多年，就成了老朋友了。我告诉你，等会我会跟他打一场，你可千万别乱动。如果你跑出去给我的人看到了，我只能在那边把他杀了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们给了你多少钱？哎呦，你也想买通我呀？那你得看着我呀。来，说，你有多少钱？相信我，最近天海市发生了太多事情，警察也好，势力也罢，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趟的是什么浑水。不错，临危不惧，难怪他娶了你。你们结婚多久了？去年6月6号。是吗？才不到1年，不到1年，段飞就变得那么迟钝了。告诉你，其实我从不伤害女人的，但是如果你跑出去触发了什么东西，这可另当别论。你等一下，击倒段飞有个好表现吧？等一下。走。小雅，别紧张，就1个也是救，就2个也是救，只要你打赢了，他我太太都会没事。于顺峰在哪儿？在一个暂时安全的地方。什么意思？反触发器，熟悉吗？到一定的时间，我心脏没有停止跳动，你太太那边的装置就会启动。到那时候安不安全我就不知道喽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
老规矩，自由搏击，1对1。我留在这跟你打，你先放了小雅。那可不行。又去哪？又去哪？大哥，救我！把他系上。带啊！我在这儿，有没有人在？冷风，冷风，我在这儿。没事吧？没事儿。嫂子，你没事吧？嫂子，快点，你赶紧走。哎，不行不行，不能走。刚才那个人说了，如果我要移动，就会触碰那个装置。这个装置很特别，走之前得说一下。直接砸了不就完了？哎，不行，如果这些反触发装置砸了会出事。马季，交给你了。你听，脚步声，看样子人不少。马季，你来处报警了吗？报过了，但是这里是信号屏蔽区。马季，那个你快点，我们先盯会儿啊。你结婚是什么感觉？你是永远不会知道的。是吗？你因为你太太，你今天就要死在这里，你不后悔吗？我这辈子只后悔过一件事，什么事？就是我们还是朋友的时候，我为什么救你那么多次？我以前认识段飞在哪？在哪？在哪里？段飞，太慢了，
这算什么？慢。自从我离开奥斯陆之后，我每一天都想怎么打赢你。你呢？结婚了，做商人了。你这样做对得起被我杀的人吗？啊！呀！马姬，段飞呢？我们现在担心的是自己，我们比他危险。这个确实是反触发装置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呀？绕不过去，需要4位密码。绕不过去。0606，快说啊！怎么样？破解了！破解了！真的破解了！破解了！破解了！这样才像吗？你选的。